當神任憑人嚟到犯罪嘅時候，咁引嚟乜嘢嘅敗壞呢？原來當我哋讀24節，第一章24節同埋25節嘅時候呢，我哋首先睇見嘅就係咩呢？佢哋喺信仰上嚟到敗壞咗，喺信仰上敗壞咗。嗱，聖經點講呢？24節，所以神任憑他們逞着心裏嘅情慾，行污穢嘅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嘅身體。25節，他們將神嘅真實就變為虛謊，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之主。睇到嗎？佢哋將神嘅真實就變為虛謊，去敬拜咗侍奉嗰啲受造之物，唔敬拜嗰個造物之主。呢個咪信仰上敗壞咗咯。咁聖經就俾我哋睇見呢，論到呢啲信仰上嘅敗壞呢，24節佢話，所以神就任憑他們逞着心裏嘅情慾，行污穢嘅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嘅身體。呢一個我哋好清楚睇見，呢個係人嗰個道德上出咗問題啦。咁呢啲道德上出問題呢，係同信仰好有關嘅。信仰一出咗問題，人嘅道德立刻就會出問題㗎喇。當一個人心中冇神嘅時候，佢唔讓神嚟到管束嘅時候，人就會落喺呢啲道德上嘅敗壞嘅裏頭，逞着自己心裏嘅情慾，咁你做咩？行污穢嘅事，想點就點，想做就去做，敗壞自己。咁25節就話俾我哋知呢，點解會咁呢？原來佢哋就將神嘅真實變為虛謊。神本來係真實嘅，所謂真實就係實在嘅，所謂真實就係真理嚟嘅，所謂真實就係好具體嘅，好實在嘅。我哋嘅神本來就係咁，係好真實嘅，好實在嘅，係好合真理嘅。但係人嘅信仰出咗咩問題呢？將呢個真實嘅神變為咗虛謊，虛謊就係虛假，虛謊就係謊言，虛謊就好似偶像一樣唔真實嘅。虛謊就好似啲人拜偶像咁，唔使講乜嘢真理嘅，亦都好多時佢哋唔合真理嘅。聖經就俾我哋睇見，佢哋將嗰個真實嘅神就變為咗虛謊嘅偶像。咁聖經又俾我哋睇見呢，人點樣喺信仰上嚟到出問題啊？佢就話去敬拜受造之物，唔敬拜嗰個造物之主。所以你睇見外邦人，冇神嘅人，世上一般嘅人都係咁，唔去敬拜呢一位創造宇宙萬物嘅主宰，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嘅耶和華。去拜咩呢？去拜嗰啲金銀玉石木頭
嘅偶像，拜嗰啲嘅動物、飛禽、走獸、人，以呢啲為佢哋嘅偶像去敬拜，但係呢啲全部都係俾撒旦利用嚟到欺哄、欺騙世界上嘅人。所以呢兩節聖經先俾我哋睇見信仰上出咗問題，信仰上敗壞咗啦。好啦，世人犯咩罪呢？人點樣敗壞呢？先喺信仰上敗壞，跟住當我哋讀聖經嘅時候，26節同埋27節，我哋睇見嘅係咩呢？我哋睇見嘅就係嗰個道德上敗壞啦。保羅喺呢度好具體咁指明人嘅道德點敗壞。人嘅道德點敗壞呢？嗱，26節，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嘅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女人犯罪。咁喺呢度講到呢啲女人犯罪嘅時候呢，聖經點講呢？佢話啲女人將順性嘅用處變為咗逆性嘅用處。咩意思呢？即係話啲女人冇照住佢哋嗰個嘅好自然嘅嗰種生理嘅情況咁嚟到生活，反為呢中意行嗰啲逆住嗰個好自然嘅生理情況咁嚟到生活。敗壞呢啲其實就係講咩呢？呢個就係講到嗰啲女嘅同性戀嘅問題，敗壞啦。咁跟住27節，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嘅用處，欲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嘅事，男同性戀。男人又係棄咗嗰啲女人嗰個順性嘅用處，佢哋唔要女人，咁就點呢？就行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嗰啲可羞恥嘅事，睇到嘛？呢啲就係男嘅同性戀。呢個係咩呢？好清楚嘅就係俾我哋睇見，呢啲係道德上敗壞。完全冇照住神創造人嘅時候，一男一女嗰啲順性嘅用處，而家人就點呢？反過嚟行嗰啲逆性嘅用處，女和女，男和男。聖經話呢啲就係罪，聖經睇為係罪嘅，神睇為係罪嘅。呢啲就係罪，冇錯。人係冇資格去批評人，去論斷人，呢個係真嘅。但係當聖經話呢啲係罪嘅時候呢，佢就係罪啦。當神話呢啲係罪嘅時候呢，佢就係罪嚟噶啦。唔係我哋人去定佢嘅，係聖經定佢，係神定佢，所以神所定罪嘅，嗱，各位，呢個就係罪。好可惜今日，好可惜今日有所謂信耶穌嘅人，有所謂基督徒佢哋唔接受聖經呢個講法，佢哋認為呢啲唔係罪。聖經就俾我哋睇見呢啲係道德上嘅敗壞，
各位，我要話俾你哋知，人之所以喺呢啲道德上嘅敗壞，聖經特別提到呢個同性戀嘅問題。我話俾你知，就唔係單純嗰啲肉體嘅關係咁簡單。其實呢一啲咁嘅行動舉動，我話俾你知，係直接嚟到敵擋神啊，要破壞神嘅計劃啊，係同神嗰個本來創造嗰個心意直接嘅對抗啊！你睇到嘛？好嚴重啊！聖經神透過保羅咁特別提到呢啲道德上係講到呢啲同性戀嘅問題，聖經特別感動你，保羅嚟到講，我哋好深嘅相信一件事，係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早知道到咗末後嘅世代，呢種嘅情況就越嚟越嚴重，呢種嘅情況就越嚟越普遍，越嚟越可怕。人喺呢一種咁樣嘅敵擋神心意、敵擋神計劃嘅敗壞上邊，咁嚟到直奔。親愛嘅各位，呢個係世界接近末了嘅時候，一定會出現嘅事。我哋千祈唔好睇為好普通啫，呢啲係個人嘅問題，唔係啊！聖經特別咁講，係提出一個好嚴重嘅警告嗱。所以26、27，我哋睇見呢啲係道德上嘅敗壞。咁呢啲道德上嘅敗壞呢，保羅最後講句說話，佢話就在自己嘅身上受這妄為當得嘅報應，違反咗神創造嗰種一男一女嘅婚姻關係，你違反咗，結果就喺身體上嚟到得到呢啲報應啊！所以我再話，神咁樣提出呢啲咁嘅警告，我哋唔好唔留心啊！好啦，人仲犯咩罪呢？聖經點樣具體嚟到俾我哋睇見人犯嘅罪呢？原來由28節一路至到32節，就俾我哋睇見嗰啲係人性上嘅敗壞，人嘅心性上嘅敗壞。28節到32節，咁人嘅心性點敗壞法呢？嗱，我哋睇第28節喎，佢話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嘅心。人嗰個心性點敗壞呢？聖經喺呢度講得清楚啦。聖經講咩呢？佢話佢哋就存邪僻嘅心，人性就好邪僻啦。清楚嘅。嗱，咁論到呢個邪僻呢？咩叫做邪僻？邪僻就係唔正當咁解。咩叫邪僻呢？邪僻就係敗壞晒咁解。邪僻嘅原來嗰個嘅含義係咩呢？就係唔可以收納，唔可以接納。邪僻嘅原來嗰個字嘅含義呢，就係可以棄絕。人嘅心性敗壞到一個地步，係無可收拾，唔可以接納，甚至好似垃圾咁，可以嚟到棄絕。
我哋真係睇見人嘅心，今日人嘅心真係嚟到一個地步，敗壞到一個地步，人好冇辦法理解，冇辦法接納嘅。人敗壞到一個地步，真係無法收拾，以至到呢真係可以丟棄咁嘅地步。28節講得好清楚，人嘅心性邪僻啊。28節仲有一句說話喎，佢話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嘅心，行那些不合理嘅事。人性點敗壞啊？人嘅心性點敗壞啊？人嘅心性敗壞到一個地步，就係行嗰啲不合理嘅事咯。所謂不合理就唔講理咯，所謂不合理就唔合人情咯。所以我哋就睇見咧，人嘅心係越嚟越點，越嚟越無情咯，越嚟越唔講理咯。各位，我相信你喺嗰啲傳媒，喺嗰啲報紙嘅裏頭，你一定會時時都睇見一啲令人真係費解嘅，人覺得即係不可思議嘅事。你睇咗嗰啲嘅報道嘅時候，你真係個心好寒啊！因為點解？因為今日人真係行好多唔合理嘅事，不合情、不合理，完全嘅無情。你睇見有陣時人無啦啦咁走到去嗰啲細路仔個學校，捉住啲細路仔，將佢隻眼挖咗出嚟，無冤無仇。從今之後，嗰個小朋友就變咗得一隻眼。一想起嘅時候，你就覺得真係好不可思議嘅邪僻、不合理，呢啲就係罪。人性越嚟越係咁。仲有噃，29節到31節俾我哋睇見呢，人嘅心性點敗壞呢？喺29節，佢話裝滿了各樣嘅不義。人嘅性情，人嘅心裏頭，而家嚟到一個地步係點呢？裝滿晒各種各樣嘅不義，好多不義嘅事，充滿晒人嘅心，人嘅性。咁跟住下邊呢，保羅就好具體咁俾我哋睇見有啲乜嘢不義啦。哎呀，親愛嘅各位，我好希望你好留心聖經呢度所講到呢20幾樣嗰啲不義嘅事。你留心聽我讀聖經點講呢？29節，裝滿了各樣嘅不義。跟住嚟啦嘛，邪惡、貪婪、惡毒，滿心係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各位，聖經喺呢度好具體講到呢啲不義嘅事，你同我小心咁面對一下啦，睇
睇下裏頭提呢20幾樣，你同我犯咗幾多樣？一個人如果佢肯誠實面對自己，當佢一對住呢啲聖經嘅講法嘅時候，真係發現我哋係有罪嘅，因為我哋嘅人性心性嘅裏頭就裝滿晒呢啲咁嘅不義。仲有喎，聖經俾我哋睇見人嘅心性係點嘅呢？32節，佢話：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嘅人係當死的，注意下邊，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嗱，呢啲就係人嘅心性。明知道上邊所提嘅呢啲嘅邪僻，呢啲嘅不義嘅事，呢啲唔合理嘅事，明知道咁樣做咧，神會判定，神會審判噶嘛？佢哋明知噶嘛？明知道行呢啲咁嘅事嘅人咧，當神審判嘅時候，係死路一條噶噃。嗱，問題喺邊度咧？問題就係佢哋明知唔單止自己去行，仲係中意別人都跟住行，好中意拖人落水啊！自己犯呢啲罪，都拖埋別人犯同樣嘅罪。呢啲就係咩咧？呢啲就係人嘅罪。所以保羅由第1章嘅21節一路至到呢個32節，好具體嘅、好清楚嘅俾我哋睇見，外邦人係有罪，一般人係有罪。可以咁講，人人都係有罪。保羅指出罪人嘅時候，佢先指出外邦人有罪，一般人有罪。而呢啲外邦人，呢啲一般人，包括咗你同我。